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2日公视第1台下晡新闻，我是苏眉。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总统赖清德访问苏瓦地取消，改用录影片的方式致辞，强调无任何国家有权利阻挡台湾走向世界。美国总统特朗普参加白宫的记者宴会，现场所有人开枪，枪手随行逮捕。一个记者是点出讲维安有问题。国际大代志来看，美国总统 Trump 第一夫人梅兰妮亚甲副总统范斯这挂政府高层，伫咧咱台湾时间今日早起是伫华府的希尔顿饭店参加年度的记者宴会。不过，这现场却是汹汹有人开枪，执勤人员随保护这关高官离开，枪手也伫咧现场就去互抓起来。警方是表示讲，这个枪手是一个31岁加州的老师，是住伫咧饭店的人客，家己一个人犯案。案算27就出庭应讯。根据外国媒体报道，这个枪手是表示讲，伊是想要当政府官员，不过并无明确表示讲，伊的目标就是 Trump。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45th and 47th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Donald J. Trump, and First Lady Melania Trump. 川普总统甲第一夫人一个副总统范斯到庭参加美国新闻自由的年度盛典，白宫记者会满现，暗过川普才坐了无偌久，现场汹汹传出无正常的动静。台下传出请假时阵，台顶川普等人伫现场斗在音乐声中，完全无听到议员继续开讲，一直到特勤警员冲去台顶，才知代志大条啊！ 特勤大喊有人开枪，按所有人拍落去。当时原因脱离川普范斯顶高层，这时阵现场已经一片混乱。特勤排规排，枪口对外掩护川普等人脱离舞台，到安全所在避难。所有人客唔知要如何是好，就是赶紧离开现场。这时阵饭店外口也关回大批警车、救护车，空中直升机也显示紧急状况无解除。 传出凶手是加州来31岁查甫人，动机依然无明确。被护送到安全所在，川普马上发文俄罗特勤表现正赞，原本要求高等现场继续参加活动，暗过伫特勤的坚持之下，活动取消，延到30天了后佮举行。He wanted to emphasize that nobody was hurt. He and the First Lady, the cabinet, everybody's safe. The president will be having a press briefing at the White House in 30 minutes. 主持白宫记协的 CBS 华裔记者经回家，枪击发生时阵就坐伫川普身躯边，伊原来宣布活动取消，原来枪片啊看开始真惊吓。 这场伫华府希尔顿饭店举行年度记者晚宴，参加除了美国总统、副总统，也有众议院议长、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等真侪会部长级的官员。参加这场宴会CNN记者史德纳表示，因到会场的时阵，刚来提出门票，并无被要求提出身份证件或者是安检，显示违反出现重大漏交。 川普也等于白宫了后举行记者会，诚实说明有特勤人员伫枪击内底受伤，不过好在有穿防弹甲，所以无重伤。所以伊就讲，这就是白宫当平宴会厅要加大场地，佮加强安全的原因。 It's not a particularly secure building, and I didn't want to say this, but this is why we have to have all of the attributes of what we're planning at the White House. It's actually a larger room and it's much more secure. It's got 较害的是，发生枪击这间希尔顿饭店，都是1982年3月美国前总统雷根拄着暗杀，暗过幸运换来同一地点。雷根迄时阵枪伤真严重，肺部搁互枪支穿过，造成严重内出血。公司新闻红如梅报道。 总统赖清德本地要访问苏瓦蒂尼，受到阻碍取消，是该由外交部长林佳龙做特使过参加庆典。赖总统是该用录影方式伫咧宴会致辞，强调讲无任何国家有权利阻挡台湾走向世界。总统赖清德原定出访苏瓦蒂尼受到阻碍，该由外交部长林佳龙担任特使参加苏国庆典的活动。 赖总统用有录影片方式出现伫咱国友邦苏瓦蒂尼的重要外宾表演致辞。I wish I were there to extend the best wishes of the people of Taiwan to Your Majesty and to the people of Eswatini. The ROC Taiwan is a sovereign country.
It belongs to the world. Our 23 million people have the right to engage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 greater the external pressure we face, the more courage and resolve we have. 外交部长林佳龙也去参加四国国际会议中心的开幕，因为中国对咱外交打压来侵权，林佳龙对台北出发时无公开，先被欧洲转机判读中国风俗。And in the case of Eswatini, China basically bullied these three countries over which President Lai would have to travel in order to get to Eswatini. もし今回中国共産党が圧力をかけてアフリカの国々がそれに対して何らかの結果をもたらすような影響が及ぶようなことがあったとするならば、これは本当に大きな問題であり、航空の安全に対して大きな侵害だと思います。对着全社会特别伫5月中来举行，外交部政务处长吴志忠伫批评专访内底讲到，烦恼台湾真侪美中谈判内底菜单，更加坦白讲，台湾的外交条件不哩大。不是100%哈，那句话是要说明，就是说台湾的对外关系必须是多元化。像这一次去非洲嘛，我们在积极争取非洲的支持，那中间遭遇到困难，就是表示我们朋友还不够多嘛。吴志忠也讲，对着呼吸经济发展，台湾伫强化自我防卫能力甲社会韧性的同时，也经由深化甲包含美国在内国际伙伴合作，共同来维护印太地区和平、稳定也有繁荣。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内政治消息，代表国民党要选高雄市长的郭志温，是请台中市长罗秀燕去徛台优选情。也难伊的对手民进党的参选人赖瑞良是成立后晚会。另外，因为无人竞选，后一届民进党高雄市的主委，确定是由立委黄捷当选。到高雄，台中市长罗秀燕身躯边有真侪人过到联翕相。20早起，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郭志温邀请罗秀燕到高雄，两人组成好妈妈连线，要友台郭志温伫高雄的选情。伊对高雄一往情深，虽然过去不顺利，但是这位妈妈。他没有因此意志消沉，他想要撑起这个家。未来的蒋万安市长，那当然今天的卢市长，他们其实都有很好的城市治理的经验。把它思考一下，城市透过交流可以让彼此来做一个学习，这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吗？罗秀燕跨区做工，被看作是拿军整合抢攻高雄的积极决心。另外，民进党高雄市长参选人赖瑞良也展现基层实力，在立会选区、小港区成立后援会。柯志恩委员之前也曾经说过，我邀请了大咖来站台，那今天国民党的大咖也来帮柯志恩站台，相互拉台，这个都是常态啦。那我想我们也尊重哈。一届民进党高雄市主委也休集到2年半，因公是电轻世代立委黄捷，更加登记参选，也确定会当选。除了说重视党员的意见之外，也可以协助民进党籍的市长、议员还有里长都能够顺利当选。伊强调，台北、高雄、新北3都市东部主委拢女性参选，展现女性力量。未来也专业辅选赖瑞良，负责做上强后勤协助整合协调，也拍拼唤起支持者的热情，希望党内每一位参选人拢能顺利当选。记者综合报道。宜兰大东乡轮被川的船长吴炳忠，是去互伊的船民指控讲唔插船民的意见，继续牵成矿场的开发案，船民该发动罢免。昨已经投票啊，同意票是214票，无同意票120票。吴炳忠确定去互罢免。部落中路用作句说明罢免行动，宜兰大同乡轮被村长吴炳忠和村民指控护航，当准矿场开发案互发起罢免联署。25投票结果出来啊，同意票214票，无同意票120票，超过罢免的标准。是跟他交涉啊，甚至说一起开部落会议啊，做什么我们一起来表达，让大家的意见。不要说少部分人的意见成为主导整个部落的想法意见这样。但是就没有得到很好的回应。
8月号发起侪场活动，指控东圳公司要伫伦比村传统领区申请开采矿石，验讲吴秉忠对反对声音当作无听，无多甲村民徛伫同一立场，协助成立长岭纪律开采人口真少部落，为业者来护航，经由咨询同意，和少数意见来主导，通过这个矿业开发案。所以这几年来，又是地震那么多，就算他今天没有开矿，我们觉得都会怕的，都会怕说哪一天。土石流，我们都会怕，更何况说你要开矿。实际上来部落问村民对反对开采矿石态度是真坚持，因为过去当地部落就捌受到土石流的侵害，对着救护山拿环境是真坚持。也让吴秉忠讲也有话要讲。人家那个东郡矿场离我们仑碑村5公里，可以说到挖到仑碑村，这些人当然都相信谣言啊。吴秉忠接受罢免结果，不过也批评罢免团体拢伫乱讲谣言。申请的矿区伫中华村根本无到影响到仑碑村，部落组成拢是原计划的规定，甲伊无关系。不过罢免村长是无法度改变。矿区开发咨询同意的结果，反开矿团体讲会向原民会来定情，阻止矿业的开发。记者综合报道。中东的战争也未结束，石油的价格都落袂落来。联酋航空全面起价，阿提哈德航空起燃油的附加费。台北飞阿布达比这高一抓无算回程，经济舱就起码2成。也若是咱台湾的航空公司是照民航局的规定，会看状况来调整。有专家就认为讲，若是油价继续贵落，机票有可能会阁贵1、2成。中东战争什么时阵结束？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已经收到伊朗更较好的提案。不过，战争相关的国际油价一直咧震动，布兰特原油每桶高登到100美金以上。专家分析，国际油价要在短时间内回档1万有难度。今年全年的平均价格，布兰特原油每桶大概在96块左右。那相较于2024年跟2025年，其实是很明显的涨幅啦。国际油价降未落来，航空业成本压力继续欠悬。联酋航空已经启动全航点票价调整，另外中东的阿提哈德航空直接提悬燃油附加费，台北飞阿布达比航线单线经济舱为160美金起到190美金，起18.8%，因为航空燃油附加费占航空公司营运成本25%到40%。明年若燃油成本继续提悬，航空公司无排除5月个调整票价。会出国的还是会出国啊，对啊，不会在意那个价钱。有预期会涨，可是涨太多的话，我可能就不会出国的打算。最近航空公司第4月初调整燃油附加费，帅气是毋是搁调整？华航回应会关注油价走势，燃油附加费会依照相关机制提报民航局，看油价变化适时调整。政府也是照航空燃油公告介绍，照民航局规定调整设备，当然照民航局收取标准，每个月测中油公告，国际线燃油牌价给付表来定收。持续这样的话，有可能它的调整会在10%至20%。中东战争和航空业面临燃油附加费的冲击，反映高油价营运成本压力。即马许多旅游大月都要到啊，是不是冲击出国机票价格？关系民众真低啊！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机场愈来愈发展，国际线是已经增加到26条。其中有11班对日本飞回来的航班是暗时6点以后才会到。不过台中机场的旅游服务中心则是6点就下班啊。对这地头青所的游客来讲，是入境都会找无人问。所以讲台中的管理局就表示讲，已经甲关公司协调，甲服务的时间延长到暗时11点。时间是暗时6点左右，旅客翕到台中机场的入境大厅，袂少游客甲外籍观光客才拄出关。英国旅游服务中心却是已经关起啊，柜台拢无人，也无人会使问讲相关的资讯。定来出国旅客讲，可能会互外籍的旅客也是对台中无熟的游客，唔知要去倒位问。你还是有未来的观光客嘛？那你还是我觉得还是要延长一点时间，那用轮班的制度，或者是甚至于说给加班费补贴加班费。国际观光护所台中国际机场航线已经增加到26条，一天有29班入境的航班。其中11个来自日本的航班降落时间是伫暗时6点了后。英国民意代表指出，旅游服务中心伫每天暗头6点就准时下班。这有真侪外籍游客一入境就可能唔知要去倒位问人。有民众认为讲，应该爱加强多元化资讯提供。虽然人是一种最直接的沟通、取得资讯的方式，但是有时候我们
现在或许也会习惯，就是可能一个 QR code 就告诉你，或是一个墙面的告示牌就告诉你你需要的资讯。目前积极来协调交通部观光署台中机场服务台，来比照桃园国际机场跟高雄国际机场两处的旅服中心，研议把服务的时间调整到晚上11点。市府讲，地方政府设的旅游服务中心是依照观光署补助计划来办理。台中甲松山机场以及高雄机场旅游服务中心的营运时间拢是到下晡6点。交通部观光署所设的旅客服务中心营运时间拢是到暗时11点，甲台中到下晡6点。已经协调观光署请延长到暗时11点，也加强多元资讯提供。记者综合报道。咱政府设的直聘中心，或者头家要请移工会当省一条招募费用。不过，多数的头家依然是惯势委托中人，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直聘中心是无法度倒处理劳资问题。所以讲，劳动部即阵是当咧规划协调人的计划，希望这平常时就关心移工甲雇主的关系，倒化解误会。引入台湾的移工已经超过86万人，除了透过民间中介业者引入，政府也设直聘中心免去招募费用。不过大部分雇主依然惯是透过中介引入，大部分因为直聘中心无法度处理劳工的问题，甚至爱投诉劳工局。劳动部的规划推出协调人计划，希望能协助降低相关问题。他们如果有一些劳资之间的纠纷，透过这个协调人，让他们可以兼顾双方各自的主张。希望就是说有一个准备程序，在这个准备的过程里面，先厘清彼此的主张。劳动部希望透过第三人的协调机制，化解劳雇之间的争议，或者认为协调人计划亲像案件进入司法庭诉进前的协调机制，那协调成功会免去司法诉讼。不过也认为协调人应该在平常时透过关心移工甲雇主的关系，到三工在生活当中化解误会。我不反对有协调人这个角色了哈，但是这个协调不会只放在末端去做劳资争议的处理，因为基本上很多会走到劳资争议，可能在平常的沟通上就产生一些误会啊等等之类的。我觉得职聘就是要找得到人，然后雇佣关系稳定，然后有问题的时候有人可以协助处理我们的争议。我们为什么要中介？就是因为雇主真的没有能力自己直接去对应移工啊，语言之外啦，比如我不方便讲的时候，那中介就扮演这个黑脸的角色。雇主团体反映，直聘中心若拄到劳雇纠纷，会要求雇主甲移工家己处理。若透过中介引进，对请中介协助，因为协调人的功能应该更较大，若无对甲即卖中介功能共款，也建议政府做好中介品质，甲移工素质的把关。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让囡仔会当自然讲台语，家己民雄的乡公所是一个幼儿园办活动，互老大人教囡仔做伙做鸡卵糕。若是互长辈教囡仔会当多多互动，也互囡仔伫咧生活当中自然学台语。社区的长辈甲幼儿园的囡仔，大家做伙伫鸡卵糕的顶面来做装塔。民雄乡公所举办生命教育的课程，安排强壮的台语体验，希望互囡仔会当伫甲长辈互动当中自然来学习台语。咱要促进咱台语文化，咱的台语用要失传呢呀吼。以早咱讲台语是足简单的，即马讲台语是足困难的。啊，经由阮今日吼，含这个时代做鸡卵糕的活动，或这个时代带领这个囡仔学台语。乡公所指出，囡仔伫学校内底拢有学台语，结果等伊出来的时阵，煞颠倒无啥咧讲。透过活动的课程，鼓励长辈甲囡仔来讲台语，然后社区的长辈增加甲囡仔讲话的机会，嘛传承台语的文化。我感觉讲伫厝里时最好是爸母吼，也是阿公阿嬷，拢含伊讲台语，安尼去学校的台语就足练转的，佮足好讲的。重要啊，啊无听无啊。社区表示，真侪长辈平常时拢是一个人较济。透过课程，互因家做台语老师，用做鸡卵糕的体验，顺续教囡仔用台语来开讲，有囡仔的陪伴来排解长辈孤单的心情，互生命教育的精神会当伫生活当中来实现。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再回来看下半晡的天气。北部地区23度到29度。中部地区24度到30度，南部地区27度到32度，东部地区23度到27度，
外岛地区19度到26度。再回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日的下晡新闻，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相会。